大家好。人们见好。这次我们的课已经听了好几次，所以就大概可能是2个月的时间吧，所以就是已经好几堂课都已经听了，所以也是非常可惜。那今天呢也是就好不容易恢复了，所以也是已经这样恢复也是很好的，因为这一次呢就是全世界的所有的人都遇到了非常严重的灾难，因为这个怎么说呢，疾病的关系，所以我们也是要配合大社会的怎么说呢，他们的这个地方的活动，所以就我们也不得不配合所以呢我们的课也听了从其实真正的这个道理来说的话，因为众生有这些的疾病也是因果的，众生共同的业障造成的，所以这种时候呢，是不是我们以一个佛教徒的角度来说的话，就佛教的所有的活动都是这种时候呢就最需要做的，但也是虽然我们都是修行人，对众生有很大的菩提心，我们经常修的都是菩提心但是呢也是有的时候就不能跟实践的人怎么说呢，那个随缘，有的时候呢必须得入境实处，有的时候就必须得要配合实践的人，就是大社会的一些变动方面，我们也是必须得要尊重，不然的话我们就如果说我们自己即使不怕有得病或者是什么传染等等的情况下，也是我们把这些活动都不停一下，然后就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其他的人看起来也是好像就是对社会有负责任的那种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就当初也是因为这样的打算，跟师兄们也有商量过，所以就最后就停了呢，就是现在那个4月底的时候开始，就台湾的怎么说呢，这个地方的疫情的情况呢，就也可以说是已经很好的控制住了。本身今年的话，就是好像就所有的地方来说的话，也是台湾是控制最好的一个地方。那当然这也是看每一个人都是有一种看法，肯定就是科学家有科学家的用科学的角度看，医学家用医学的角度去看，各种人是有不同的这种看法。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的话，就是因为是一种佛学者，就是一个佛教徒，所以就是都有自己的看法，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佛菩萨的加持，跟台湾人本身的这种本性是善良，而且是平时的行为跟习惯各个方面来说的话，就各种道德方面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全世界的人类之中，当然可能是在这个实践的文化上一定有比台湾更厉害的地方，更进步的地方，更先进的地方，也有比台湾更落后的地方更那种怎么说呢，不文明的地方一定会有的。但是从人的这个本性的这个善良方面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台湾人来说到就非常友善的一个地方，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是相对就是共同的业力来说的话，也是有一定的那种区别所以我们觉得这次有全世界的人类有共同的这些灾难的时候，那就台湾等等有些地方就是比较轻一点，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严重的这种怎么说呢得病或者是这种的困难，这些也是有最主要的根本就是善与恶的根本的那个区分。所以我觉得平常台湾人修行有很多的佛教团体，有很多的佛教中心，有很多的修行人如果是没有修行的情况下，也是很多人是很善良，不管你有没有宗教，或者你是什么宗教，在台湾如果是一个基督教如果是一个什么其他的天主教的人等等，不管你是什么宗教的，你信道教的也好，佛教的也好所有的人来说的话，就是总的来讲的话，就是从善良方面是我是觉得非常好的，就是从我自己所了解的，我去过的很多地方，跟在现在是整个世界的很多人的一些的这种
行为来说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台湾的人来说的话，非常善良。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些疫情的方面来说的话，也是能可以这样的控制住，而且是没有说到那么严重的这种问题。我觉得这个跟这个是有直接的关系，所有都是从因果的所造成的，并不是说是怎么说呢？那个怎么说呢？没有因的一个果会产生的。那当然也可以说从表面的一个道理来看，那肯定就是说这个病是来自于什么什么什么，因为什么样子人就得到了这个病。那当然这个医学跟科学都有可以解释出来。那么除了这样以外，从稍微那个哲学一点的角度来看到，那也可以说大自然就是惩罚人类，或者是被人惩罚人类，都可以这么讲。但是真正的了解佛法跟真正了解因果的一个人来说到，从这个后面还有一个就是自己的因果，过去自己所造的业因，这次也是带来了这样的一个疾病，就这样。所以就这次就不管怎么样，都是在台湾来说到就非常好。所以这个方面来说到，我也觉得就佛菩萨的加持，那么就是在造业跟这个怎么说呢，修善这两个的区分，那有的时候会是这个样子，所以非常好的。然后所以我们中间也是听了很长时间的课，那今天就可以重新恢复。那今天重新恢复的话，那我们也是一定要知道，一切都是一种变化之中，一切都是无常之中。人生呢，就是苦多痛苦的事情非常多，能够顺利跟圆满快乐的事情呢非常短暂。如果是有一点点的那种幸福跟快乐的生活，或者是一些事情的话，也是会变化。所以呢，就我们要知道，一切众生都是在这样的一个轮回的苦海当中，没有任何自由的。相当就是这一次就是一个发生了一个这样的疾病的时候，也是大家都是在心都是空惶的，没有什么方向，也没有什么真正要做什么的。那很多人都是在有的时候就是得病的时候，他们都是有些人问我，就是说现在已经这样了怎么办？我说现在也不是说一定要怎么办。那么平常一样的做功课，我们作为一个修行者，平常都是有修行，平常一样做功课才是最好。但是我们应该要问的话，就如果这一次的这个生病没有对我造成什么大的困难，或者是就刚好度过了这个难度的这个卡的话，以后怎么办？这个应该这样说是最好的。以后我们的人生怎么去规划？这种的那个障碍是不是只有一次出现？这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吗？那谁都不好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规划以后的人生，是要做一个人生真正的能够得到利益的一种方式。那就要做什么？就是要修行，好好的发菩提心，为一切众生发菩提心。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开始听课之前，那也是一样的，同样的道理，就为一切众生发菩提心，用善良的心用慈悲的心一切众生都是在轮回的过程当中这么的空惶，没有任何的方向，没有任何的决定的这种权利，也不知道下一世怎么办。我们自己的就相当就是在包括就是明天我们会要做什么，明天我们会变成什么，谁都不知道。所以当然会计划明天要做什么，甚至明年要做什么，10年以后要做什么，很多人会这样想。但是实际上真正的能不能够可以做到这个，那这个谁都不知道。所以就是一切都是在无常之中，所以我们在轮回中的这些众生都是非常的可怜，所以我们就这样去想。那么这些可怜的众生跟我们是什么关系？都是我们的父母亲，曾经都是做过我们的父母亲。所以呢，就是这一次也是为而且是要真正的去实修，以这样去发愿。然后前面所讲的这个法里面，我们就在这次讲的就是普贤上师言教。普贤上师言教当中呢，就是在前面的这个前善意跟中善意后善意，就3种的这个阶段的当中来说到，就是前善意的部分就已经圆满了。然后在中善意的当中呢，就是也是讲一些在过去的这个
前面的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广大弥勒菩提心的发愿跟广大怎么说呢？圆满密宗的发愿等这些方面都圆满了。然后呢，就是方便广大密宗之发那个发心这些都已经圆满了。接下来呢，现在就是讲到了就是这个下面人生的部分。下面人生的部分呢，就是有些前面的一些部分已经圆满了。今天呢，就是要讲5种他圆满的部分。那么5种自圆满的方面，就是前面已经讲完圆满了。然后现在呢，就是讲到就是5种他圆满的部分，在你们的书本的第18页，对不对？对。你们书本的第18页就有一个5种他圆满。5种他圆满，5种他圆满当中就是有如来出世，然后佛以说法佛法注释，示入圣教，施以世数，有这5种。那么这5种当中呢，就是在今天这5种呢，就是今天我们就是接下来要作为解释的部分。如引如来出世以说法，佛法注释入圣教，为利他故心悲悯。若为生于佛出世的光明节，那么将无有正法的名称。如果我们没有出生在有佛出生的这种佛出世的那种光明界的过程当中，那如果是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来说的，也是听不到任何一句佛法的名称，连一个名称都听不到的。而今只与佛陀出世的贤劫，所以为导师殊胜圆满。那么所谓的贤劫以及暗劫这些方面来说呢，接下来会一个一个的会出现。所以我们就是已经是获得了导师殊胜圆满。所以导师殊胜圆满就是在如来佛出世的这个怎么说呢？刚好就是碰到了这个事件的意思。虽然佛已出世，但如果没有宣讲正法，也无有利益。而今佛以3转法轮，所以为佛教正法圆满。这个方面来说呢，佛如果是有知出世见，但是如果是佛陀没有宣说佛法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既然我们也是在轮回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佛，但也是没有说法的一个佛，那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利益。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宣讲了3转法轮，所以就正法圆满。虽然佛已宣讲正法，但若佛教隐没，也无有利益。而今佛法注释尚未满齐，所以为时间圆满。所以时间是非常关键的。就比如说我们怎么说呢？就我们所讲的就是下满人生。我们获得人生的这个时候，那么就是已经佛法都已经不存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到了佛教的隐没，就是在没有佛法的这样的时期的话，那也是没有什么帮助的。所以这一次呢，就是还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还是存在的，那么还不到那个怎么说呢？那个佛教消失的一个这样的时间。所以就从时间上来说了，也是这一世我们就刚好就时间上的圆满。我们现在所讲的里面呢，就是5种他圆满。因为18圆满当中就是10圆满是5种那个怎么说呢？自己方面的要圆满的，跟5种他人方面要圆满的，一个依靠他人而会圆满的。以这样的一个解释当中呢，就是在讲到的就是时间的圆满。虽然佛法注释，但自己若未入佛门，将无有利益。而今入佛门，所以为自知缘分圆满。那当然就是现在除了我们这些佛教徒以外，那有很多人都已经是同样的有
跟我们一样的一种缘分，就是在一世当中有释迦牟尼佛的佛法，还是在世上。但是不同的部分是什么？自己没有对佛法产生信心，而且没有进入佛门。那么没有进入佛门的这些人跟我们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修持佛法，但他们来说到就没有任何的机会能够可以修持佛法。从根本上面来说到，自己没有进入佛门，因为自己对佛法跟对这种学习修持佛法方面一点丝毫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这种兴趣感，这种想法都没有的那些人来说到呢，其他的所有的条件都在，他已经出生在这个有佛法的中途，而且是遇见了佛法，遇见了上师三宝善知识。就像比如说台湾或者是藏区，那么藏区的话，应该可以讲现在西藏来说到，大部分的人都是有入境佛门的，这也是一种缘分啊，非常殊胜的。但在台湾来说的话，在一个人想要修行，要遇到一个传法的上师，以及遇到一个学佛的这种团体是非常容易的，非常容易，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会去学习，会去入境佛门。所以这个来说呢，就看每一个人自己的因缘跟缘分上面。所以呢，我们就是所谓自知缘分圆满。虽然已入佛门，甚缘善知识若为世数，也不能了知法性。而今善知识已世数，所以为殊胜悲心圆满。那么，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是虽然自己都有这些个条件，而且是想要真正的去学习修持，那么如果是在以这种的需求跟这种的希望，但是也是各种因缘的情况下，没有被善知识摄受他，那么也是没有办法修持佛法。因为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就没有上师的缘故下，没有任何一个佛的名号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就是所有的佛陀都是依止上师修持佛法而成为佛陀。所以就一个人没有上师的一个指教的情况下，或者没有上师的摄属的情况下，自己去想要修行而成佛，这是没有这种说法。所以呢，就是不可能会成就的。所以呢，就相当也是没有圆满，那个怎么说呢？下满18下满。所以我们就看自己，因为就是修持佛法都是要针对自己来看，所以呢，就相当就是佛法，就是佛的教育，就是作为一面镜子来看。那么就我们一面镜子放在前面照着我们自己的脸，然后看我们自己的脸上有没有什么东西，或者是脸有没有洗干净等等，就是用照着镜子来看。那么就是佛法所谓的佛陀的教育呢，就是照着我们自己的内心，然后看佛陀所讲的跟我们自己的内心的一切想法，跟一切起心动念，跟自己所有的行为，一切的行为来自于心。今天有善良的行为也是说明心里有善良，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所以就是身跟语身语两者来说的话，就是完全是凭内心的这个起心动念。如果是有今天有那种不好的这种行为骂人、打人、杀人等等，骗人等等各种各样的行为，也是根本是来自于自己的内心的。所以我们就是用佛的教育来先看自己的内心。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也是看哪一种圆满，哪一种不圆满，也是从自己的角度，从现在的现实的情况下，我有没有被上师摄受，我有没有对佛有信心，我有没有进入佛门，我有没有精进修持的这种想法，这些每一个下面都是自己去。这里面所讲的就是必须得要认识自己圆满这些，然后以何种因缘会具备这些条件。那么具备这些条件是否很难，或者是说
非常容易、非常轻易的就能够可以得到这些条件，这些都要分别清楚看清楚。觉得如果是比较难、不容易，那我们要知道一定要争取、维持、维护。如果是觉得还好，那你们如果是觉得说还好，那也可以不用特别的争取，反正这个是随便哪里都是一定是人，而且一定都有这些条件。那个时候修也是很来得及，有这种的就是肯定的那种能可以决定的这种怎么说呢？肯定有得到这种的答案的话，那也可以。在一生当中可以不修，然后轻轻松松的，然后就不管在死了以后怎么样的，不管在中阴的时候怎么样，那就下一世怎么样，这些都不管的话，但是任何一个人没有这种可以评定的这种决定性，没有这种你怎么去找，怎么去想，也是得不到这种答案。那么所以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是必须得要就是听随着佛的教言，好好的去修持。一定要争取，因为这里面讲的也是稍微细一点的，因为在这个分析的比较清楚一点。普贤上师言教当中的这种18圆满的部分呢，就是讲的比较细，讲的细对我们有什么用呢？就相当初步来讲一下就可以吗？就这样想的话，当然也可以，你大概要知道的话，初步的讲一下就可以，但是要细微的讲的话，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难得。那么知道真正的难得珍贵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跟很多人不一样的部分，我们才知道我们有这么殊胜的因缘跟这么殊胜的福报，所以应该要去争取。如果是我们这一世当中不去争取的情况下，那跟一头牛或者跟一匹马，跟我们有什么区别呢？从形体上来说呢，很多的野生动物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比较的。很多的野生动物、鸟类等等，就是它的这种美妙也好，身体那个怎么说呢，声音也好，或者是它的这种威力也好，各个方面，我们人类是没有办法比较的。但是我们的唯一的区别是什么？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智慧呢，就是跟其他的所有的野生动物，跟其他的所有动物都没有办法比较的。所以区别在这里。那我们没有用自己的智慧去想这些真正的这个生死轮回的道理，只是管今生的这个生活跟今生的这个很短暂的时间里面，我们都会去想这样的话，那我们跟其他的动物的区分就看不出来的。我们有比他们更好的智慧也没有太大的意义。那么除了这样以外，那如果是我们去造业，真正的去造业的话，那人类的造业是比其他的动物造业是更严重、更大的。所以我们就从这些方面来说到，就各种比较、各种因缘，都是很细的去想，那才知道我们是多么的殊胜。接下来，这5种圆满，是需要观待他缘才能具足。因此称为5种他圆满。所以这个方面来说到，就是5种他圆满并不是说是依靠自己能圆满的，就是必须的也是依靠自己的这种信心跟发心的基础上，也需要依靠他人而会圆满的5种圆满。自本作人